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20节，这是一段经文，这有名的。保罗咧讲到，请上帝所赏赐全副的战甲。一开始第10章，伊就讲结尾就是讲头前这物件结尾来讲，伊讲领着踮伫主，甲伊的快乐的关联来永壮其实这是汉字的讲法，因那希腊文你本来的排列是这样写的，我们会比较熟悉了讲头前，恁得爱永壮毋是做一个永壮的人恁得爱永壮，安怎永壮？爱伫主内面，伫主内面永壮，伫主的大的快乐内面永壮这一个这大的提醒一个命令里面要勇敢要刚强壮胆，爱勇壮，伫主内面，伫主的大快乐内面勇壮。下面就讲到今日经文的重点，大家请什么货？请上帝所赏赐全副的战甲请你要创啥？各位兄弟，来对敌魔鬼遮的诡计。保罗是咧讲啥？咱知保罗咧写以弗所书的时阵，伊是一个囚犯伊是一个犯人，叫人关起来伊一路以来，伊传福音，甲人分享这个福音，上帝的话，伊所拄到的诡计，伊所拄到的攻击是对谁来？是对人来的吧？是毋是？就是遮犹太人，也是其他的来攻击伊毋过伊的想法，伊讲毋是伊的想法虽然这是对人来的攻击，毋过伊甲当作这是什么货？这是魔鬼的诡计。安尼的想法有啥物好处？各位兄弟，咱要小想一下无？即款的想法有啥物好处？伊虽然所接受的是人对伊的攻击，伊拄到的是人对伊攻击，毋过伊甲解说讲，这是对魔鬼来的诡计，魔鬼的诡计。这是有一点做好的提醒伊袂去怨恨遮的人，伊认为这是魔鬼的诡计，所以检差有攻击，检差有无好的款待，毋过伊认为这是魔鬼的诡计，伊无甲迄个焦点放伫迄个对伊歹、对伊无好的人的顶面所以伊继续讲咧，所以伊甲清楚讲，这咱毋是咧对抗有血有肉的人咱真实咧对抗是啥物货？这里一个解说一下咱要真实要对抗的是遮的掌权的是管理这个幽暗的世界。伊是咧讲啥物货它的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它的原文直接翻的话，希腊原文直接翻就是下面这一句。我们要对抗的是操纵人类命运的星球。好，恁又是咧讲啥？哪一个星球会操纵我们的命运？火星、木星太阳？太阳通常是好的呢。月亮。所以是咧讲啥啦？操纵人类命运的星球。奇怪嘞，你们在这个时代应该很熟悉呀。我们现在动不动都讲什么气球？你不要想那个星球嘛，你哪看天顶会看到什么？星星。果然是台湾人，不是西方人。西方人就会看到什么？星座。你讲有清楚不？不清楚。穆恩，你是什么星座的？天秤座，操控人类命运的星座，安尼怎样意思？伊咧讲的是迄个意思啦，因为迄个时代嘛是会去观察迄个星象认为讲对人的命运是性命有迄个控制那个是人自己的诠释啦伊咧讲的是这然后伊认为对抗的是这些对灵界的操控这些力量伊讲毋是对人咱毋是咧甲人咧竞争，咱咧对敌的是遮魔鬼的诡计，所以
所以保罗提醒，这基督徒、以弗所的信徒，恁得安那？恁得请，搁一摆啊，一开始讲一摆对无？第二次讲，恁得请上帝所赏赐全副的证价，吼啊，伫这个日子吼，这个邪恶的日子，恁会当对敌这个仇敌，就是这些魔鬼。当恁对敌了，拢总以后，恁抑搁会安那？搁徛会调。各兄弟，咱爱注意保罗的讲法吼。我们现在一路讲下去，我回来讲，我会倒来讲想到保罗要安尼讲吼。好，讲伫一切咱的对抗了，咱爱搁徛会调吼。这是保罗这种他来描述这个与属灵征战的这个方式，伊的描述是安尼讲的吼。所以讲，即马大家徛稳。爱徛好调哦，大家用啥物货？用真理真做腰带、腰带吼。这吼，咱做过兵的查甫就知影吼。像李世安，我们以前当兵都要什么腰带 ？S 腰带吼 ，S 腰带是咧创啥？挂装备吼，你有啥物？水壶什么装备都装在上面了，啊，你若 S 腰带吼，那下这暗的吼，你就感觉安那，规个人拢有气力起来啊吼，啊你啊爱松松咧，松松一个巴肚安那，佮凸出来吼，迄唔免烧太，你连徛嘛徛袂稳吼。好，以真理吼，真理真实，真理加做你的腰带吼，啊用啥？公义吼，用义最烈护心镜。什么是护心镜？这和咱东方也是有，吼，就是你的战甲特别会有一个 plate 一个盘啊，在挡什么？最主要是箭，吼，哦，底下要保护你的心脏，吼，啊那较讲究的。背后也要有一个护心镜，因为我们有回马枪，有没有？回马枪会刺到这里哈，所以护心镜用什么？用公义加最利的护心镜，用上帝福音加最什么？哎呀，这是一个奇怪的讲法，不过等下我会解说吼。用福音加最哎呀，因为保罗咧传福音拢安啦，世界走嘛，所以安尼讲好，爱徛条。爱用信心、信心加做你的啥？盾牌，吼，救恩加做你的头盔，吼，上尾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是你的宝剑，是你圣灵的宝剑，是你的宝剑。保罗讲6项，吼，一个全副吼，上帝所赏赐全副的证价，伊讲6项物件。这历史学者登去看吼，去研究，无毋对，罗马的兵丁吼，罗马的军队吼，证价真正是6项吼，全副的证价是6项，啊，毋过无啥共款。伊讲这6项是啥物货？标准配备，盾牌、剑，搁一个啥？矛是啥？枪啦吼，那个枪吼，矛，啊个盔甲。头盔有吼，镜甲是啥物货？迄个加啦，就是绑在小腿前面保护你的小腿。伊无讲鞋啊，伊讲镜甲，啊来遮胸镜，一样是6个，可是甲保罗讲的无啥共款对无？来，咱来比较一下。头前这是罗马帝国军事的标准配备，下面这个是。保罗所讲的上帝全副的证价，来看这个对无共款，镜甲跟腰带，嘿，你没有抓到重点，有啦，镜甲还有一个没有抓到，鞋子。保罗个无一项啥？矛，哦，这个是重点哦。其实镜甲你可以把它当作是鞋子啦，哈，它一边靠有关系哈，因为保罗
要强调行来行去吼，所以伊讲鞋啊，啊腰带是保罗加出来的，吼，啊毋过伊欠啥？欠毛，其他都怎么样？其他都一样哦，是不是？看下这，我真正去很盖这释经书吼，都不谈这个。啊毋过我认为这个是重点。好，你也真足听，你也真足听。所有的释经书吼，都在花很大的篇幅在告诉你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公义，好，什么是救恩。我感觉这你拢知影吧？好，这个你们都知道，我就不花任何的时间去讲这个了哈。我认为这段经文的重点底下来注意听，保罗所写的正甲没有攻击的武器，只有什么防御性武器。这咱台湾上知影啦，台湾人上知影什么叫做防御性武器对不？因为美国卖咱的武器拢是啥？防御性武器啊，武器的武器分之攻击性武器跟防御性武器免哪分？他们就讲话，攻击性武器跟防御性武器是免哪分啊？啊，可以主动出击的武器叫做攻击性武器，啊，防御性武器嘞？安尼讲，你安尼讲就无解说啊。啊，你飞弹是攻击性的武器还是防御性的武器？哦，安尼哦，啊，飞弹也有分攻击性跟啥防御性的啊。防御性就是打飞弹的飞弹呐、啊，知不？美国只卖这个给我们啦，美国卖飞弹，刚才会当拍啥飞弹呐、啊？他自己有研发一种飞弹，那个无煮好拍去面，那个记不记得？那是在哪里？在澎湖是不？他检查的时候就按到就 biu 就射出去了，全部的人都吓死了。那个是攻击性的武器，那个飞弹可以打到上海，啊，可以直接打到上海，好，那个是攻击性的武器。美国不爱卖这给咱，这咱自己发明出来哈，自己研发出来的哈。你还注意哦，保罗列的武器里面没有攻击性的武器。你讲剑，宝剑是安那不是？如果你把宝剑跟矛做比较，你就知道什么是攻击的武器了。枪啊，那个是攻击武器，可是剑是可以拿来抵挡的哈。所以你也知影，保罗所列的武器是什么？防御性的武器，跟本来罗马军队全副的战甲的标准配备无同款。所以咱再来看这个经文，伊讲你要穿戴，你来穿上帝所赏赐，互你的全副的战甲。咱哪写呢？吼，你要各位台湾的阿兵哥们，全副武装干什么？啊，来别送啊！你怎么讲对了哈？要上战场杀敌对不？要反攻大陆啊那，解救同胞是不是？是不是啦？啊，你像都无听过吼？啊，我伫金门这边的时阵吼，我拢做司仪，我要画呢，奉行领袖一致，服从政府领导，消灭万恶共匪，解救大陆同胞。要是我可以记几面啦？我怎么还记得这个？这个快要30年前的事情了。我有念对吗？对啦哈，你看我还记得呢哈。你哪边请全副的战甲，请贺下一步是干什么？去台啊，去攻击啊？不是呢，保罗写啥？得爱请全副的战甲，啊来抵挡魔鬼的诡计。你听懂他来讲的意思没有？好，来看一下，本来穿好全副的军装，战甲穿了，你爱上场啊啦，杀敌呢？唔过保罗讲呐，你得抵挡魔鬼的诡计，看得出差别吗？如果把勇敢上场杀敌改成什么？上场击杀魔鬼，你就知道差别在哪里了？差别在哪里？
是去攻击魔鬼，还是什么？抵挡魔鬼的攻击？你会当看到讲是安怎？保罗要甲罗马帝国的军事的专属的政策做一点改变。保罗吼，这清楚在阿兵哥穿啥物货？伊常常互关掠去关嘛，对无？吼，拢爱派军队阿兵哥伫伊的边仔呢。吼，伊这清楚因穿啥物物件？吼，因掠啥物物件？毋过伊甲做些微的改变是一个重点。好，重点是。以毋茫遮基督徒，你不是做攻击，你是做什么？防御、抵抗，好，而且他都要讲到的，讲你这遮隆重的，对敌了后，你还阁会哪？徛在哈，你这遮隆重的事了后，你犹原会当徛在，好，所以各位兄弟。咱基督徒伫世界真正的性质，注意哦，各位兄弟，咱基督徒伫这个世界征战的性质，是互这个世界攻击，毋是安那攻击这个世界。我这世当来一直咧强调一件代志，就是啥物叫做传福音，就是基督徒咱伫这个世上过一款生活。这款的生活是属于上帝国的生活，咱若安尼过的时阵，就会引起这个世界的惊吓。我们会带给这个社会威胁，就是讲，当咱伫世界开始过上帝国的价值的生活的时阵，这个世界会感觉惊吓，因为咱的价值、咱的做法。咱所想的、所做的，拢甲这个世界无共款。安那对待人，安那对待，尤其是你的对敌，这拢甲这个世界所教的无共款。这个世界咧讲公平的时阵，耶稣已经咧讲疼。这个世界咧讲，你第一甲人指甲老血老弟的时阵，耶稣是宁可受苦。基督徒，咱伫这个世界。有缘爱穿全副的正甲，毋过毋是去攻击，是在对抗，是在抵挡。你毋通讲啊，这拢你黑白讲的，因为你咧看以弗所书这段经文，讲抵挡啊，徛好调，不是向前冲，是抵挡跟站稳，拢总出现四遍哈，在这一段短短的经文就讲4遍。这个咱一般想象讲，咱若要穿全副的正甲了的后面的动作是无共款的。穿好好，当人来拍，各位兄弟，这是基督徒伫这个世界征战的性质，不是去挑衅，不是去攻击，不是去。P 怎么说？测人的偶像，观音菩萨像，不是，好，是抵挡，要站稳，坚持咱的信用，伫这个世界爱表现的迄个款式。所以上耶稣才讲，耶稣伫约翰福音讲什么话？讲伫这个世上，恁会有什么话？恁会苦难。不过恁通着放心，另外一种抄本的写法，恁得有勇气。好，恁通放心，因为我较赢这个世界，我已经较赢世界。最后说基督讲，我已经较赢世界。最后说的意思是讲，基督徒啊，准讲恁是，干那静静过家己的生活。你嘛会有苦难，你拢无去扰了别人，你嘛是会有苦难，因为咱的存在本身，就会对这个世界带来威胁。因为咱的价值无共款，咱的想法无共款，咱的存在迄个意义无共款。所以主要说基督早就讲好啊，恁会有苦难，毋过通放心。
我已经较赢这个世界。我所亲爱的兄弟姊妹，有一个标准可以检视咱的性命。我们什么时候吼，咱若感觉讲，咱甲非基督徒拢同款的时阵吼，这就是出问题的时阵啊！咱拢无甲这个世界有冲突，这就是啥物货？出问题的时阵啊！咱竟然拢无互攻击，这就是啥物货？出问题的所在啊！因为这个世界看咱甲因安那同款，看咱甲因同款，安尼，这是咱出问题的所在啊！我们反而不是去攻击这个世界的价值，不是，咱只要认真活出咱的性命，这无同款的款式就够了，就够麻烦了。各位兄弟，就够麻烦了，就够很多苦难伫咱的心中会看到啊。所以你看保罗的书课就是安尼，穿全副的战甲，穿了。穿了是卡在呢，要站稳。你什么时候穿好战甲是站稳的了？穿好战甲，唔得安那，勇敢向前冲，对不？开始去杀人啊，去杀对敌啊，唔是卡在抵抗魔鬼的诡计，受到这的苦，知影是对魔鬼来的。不要埋怨那个人，唔通针对那个人想要去报复，知影这一切后面是魔鬼的诡计。这是一个足无同款的思考，各位兄弟，咱一定要抓牢这个观念。咱伫这个世界所做的，就是咱徛在，咱坚持咱的信用，要活出一款甲这个世界无同款的生活。各位兄弟，我讲遐济，要甲恁调整一下，挑战一下。那个尽兴，我们把那个放出来。从最上面喝哈，最上面，对，这是应该是风传媒啊，镜周刊哈，风传媒也有这个报道。伊是咧讲啥？伊咧讲一个隐藏公司，咱进前差不多劳基法有做一点修改对不？这一个讲一个人的故事这个太太跟她的先生因两个，她先生是那个卡车司机，运货的、送货的卡车司机。因结婚了后太太觉得先生很辛苦，伊嘛去招车，就陪先生招车。先生开车，他就跟着先生去整理货、送货、批货。安尼一对夫妻，早时3点就起，3点就起床，4点就到公司整理货了。晚上10点回来。所以因三个囡仔读小学，三个囡仔都是阿公阿妈在顾。一家这样几口？一家7口。高湾刀应该赶快一家7口，3个孩子，2个年老的父母。安尼，逐天就早时3点起来，4点去款货，就开始台湾头到尾，安尼走来走去，一直到10点下班。下班是讲你还去款货啊，还要整理卡车嘛。然后回到家里，安尼当困偌久？说困比我较少啦。有一天呢，送货到一半，先生忽然觉得不舒服，胸口疼痛，然后就口吐白沫，然后就赶快送医院。然后送医院了，最后一句话，银行是讲这个货怎么办？这会变安怎？讲了就死啊
然后对这个家庭来讲啊，这个3个小孩还在小学，然后先生主要的来源收入没有了，啊，这个太太就剩下随车员，可是他还在跟公司在打官司，因为英忙也当采用劳基法的那个工时太长，变成过劳死，听好意思不？好，过劳死。可是呢，我在讲的隐藏工时的是，迄个劳保署，什么署？什么署？劳动部来检查的时阵，无甲伊头前遐个时间算入去啊，听我意思不？4点起的爱宽回，加拢无算，他算他发车的时间，跟车子回来的时间，所以他算300小时，政府算200小时，好，所以没有达到规定，不算是这种那个过劳的情况，然后这个整个家庭就顿时陷入困境安尼吼，这已经发生应该一档进前吼。我看到这边了吼，我心内最大的感动吼，因为无啥物因为啦，等于看到因兜3个囡仔，还搁在读小学，我就想到我家也3个呢。以前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吼，我咧读神学院的时阵吼，阮兜嘛存一个收入，无孙娘咧上班趁钱，我读神学院就无法度趁钱。阮5个人吼，住伫迄个学校的宿舍，来，互恁要偌大迄个宿舍，5个人的那个宿舍，几坪？几坪住得下去？10坪哦，你知道10坪偌大吗？10坪怎么讲得出口？我们5个人挤的是9坪，好高北哈。我们知道那个情况是什么，所以我就打电话给这个记者，他们《镜周刊》、风传媒他们都访问过我哈，进前家的代志，他们都访问过我，打给这个记者，跟问这个人，问这个太太。他很快，他说好，我给你他的电话，我就打电话给这个太太叫郑静莲，我打了3个礼拜，电话有响没有人接，我就跟记者说，开无讲，伊讲伊惊人懵，怕人家问他的事情，他通常不接，他说牧师你就继续打，好，打了3个礼拜，就在这个礼拜，上个礼拜通了啦。通了我就忘记我要讲什么。3个礼拜一直打都没有去思考要讲什么，通了哇！我算我们在被攻下，我就跟他说啊，那个你们还过得下去吗？你是谁啊？这些人上面人看等下猛攻也可不可以过下去？我就说啊，我是那个高顶教会牧师陈思豪牧师那我看到你的故事。来，给你问看卖，看你今麦日子过得安那？他说我们孩子都很小，我们过得很辛苦那我就说这样子好，那我帮你想想办法。各位兄弟，我能想什么办法？我想到办法就是你们呐。我们9月有5个礼拜，9月5个礼拜，第5个礼拜，咱知影咱教会，咱个人教会有一个最水的传统，就是第5个礼拜日，第5个主日是咱的慈善礼拜，通常我拢去找一寡机构，需要建堂的教会。这是我第1届，各位兄弟，这是我第1届，唔忙讲，咱的慈善礼拜来帮助个人。一个家庭安尼，所以我甲咱的长老伫赖顶管有一个讨论，讲咱教会敢会当帮助这个家庭？我无实在这个家庭我刚才看这个故事我无实在这个家庭，甚至这个记者我嘛无出席咱知影咱无法度照顾全台湾受苦的人。是吧？
咱无法度对无？哦，啊有当时啊拄着吼，拄着就莫甲放过。常常我坐伫咱12楼的办公室，啊，都有一寡人会来甲我讨钱。我心内咧看这个人，我知伊假的，我知这假的哈，因为伊讲的，他讲的说辞我都可以替他讲了哈。这个听太多次，他讲的我都可以替他讲。